你會把邊一種嘅肩頸咧對應呢啲側面上面呢？嗱，好多人都會揀咁樣樣嘅喎。其實我哋之所以覺得咁樣樣會比咁樣樣更加好睇呢，原因係同樣嘅一條清晰嘅下顎線更加有吸引力呢，係一模一樣嘅。本質上都係身體健康嘅表現嚟嘅。嗱，長期坐好耐啦，低頭睇手機啦，捱夜啦，有壓力啦，都會令我哋嘅斜方肌咧緊張，頸闊肌啊持續有一個向下拉嘅感覺。我哋嘅頭部咧就會不斷向前傾啦。長期肌肉嘅失衡咧，唔單止係下顎線會模糊，嚴重嘅話咧會影響你嘅睡眠質素啦、扯鼻鼾啦、影響呼吸啦，甚至長期都覺得好攰啊。其實健康咧係真係會反映喺顏值上面嘅，因為呢個係人體嘅一個本能嚟嘅。我哋幫助好多嘅用戶咧，從咁樣樣變咗做咁樣樣。PG 嘅變頻 EMS 咧係有發明專利嘅，我哋模擬人手嘅按摩啦，每秒高達500次，能夠精準同肌肉同頻嘅 EMS 咧，先至可以針對呢啲長期好緊繃嘅肌肉咧，做一個放鬆啦，減少面部向下拉嘅力量啊。放鬆完肌肉咧，係需要重新建立個支撐嘅。我哋發現咧，光子嫩膚裏邊有3種唔同精準嘅光譜配合，可以從皮膚嘅表層去到真皮層咧，層層滲透，從細胞嘅活性啦、膠原生成同皮膚修護幾個方向同時進行，幫助重建頸部去到面部嘅結構感啊。第三方權威機構檢測咧，1個鐘頭啫就可以生成膠原蛋白62%同埋 NAD 加382%，係市場上面唯一嘅 MNN 級美容儀啊。其實下顎線清晰咧係表面嘅結果嚟嘅啫，我哋更加希望可以改善到嘅咧係健康啊。嗱，如果對光拉提有興趣嘅話咧，可以直接 message 我哋有專業嘅顧問咧可以解答你嘅問題啊。